那高雄的军事学校是传出有学生囡仔去围钓，包括陆军官校有100多人，中正护校嘛有20多人。其中陆军官校的学生阁对外投讲，学校为着6月份的校庆集中训练阅兵。严格学校是驳回讲，因拢有遵照中央的防疫措施。伫顶礼拜嘛已经开始改用线顶上课啊，而且已经取消阅兵的练习。陆军官校伫母亲节连续假期了后，陆续传出有学生确诊。这个都离开学校了，但是都是上课。官校学生拢知影校内有疫情，毋过即马有人投讲已经几内确诊，学校煞为着6月校庆，甲学生留落来继续练阅兵。学生食饭、参盘、参做伙食，防疫伤过消极。陆军官校出面表示，学校完全遵照中央的防疫指引。这些密切接触的人，那也是会询问他家的这些状况是否有独立卫浴。如果没有独立卫浴，我们学校会提供单独的套房，让他在居隔的空间里面。官校统计已经有100多人确诊，200多人隔离。因顶礼拜11开始，全部学生得留伫寝室线顶上课，有军事风险的活动嘛取消。目前规划6月16的校庆无对外开放。从礼拜4早上的团进进餐厅，到下午的基本教练课，以及礼拜5的社团活动，这有群聚的这个危险的这个课程，我们通通都已经停止。另外，中正护校到今拢总有20外个学生确诊，大部分人已经转去厝内隔离。记者邓爱文、刘维哲高雄报道。